阿爸，高速塞甲袂定袂當，國慶當條線也太黑了吧？為什麼家家攏會早到會塞車，還硬要轉來呢？可能咱電商人講究光，不管行一遠，先來我哋看人家來。你同學人家阿爸半夜，就好掛地拍工，一到國慶嘅時候，就先後邊轉來啲酒，同阿爸阿媽食家來嘅菜。塞到路頂過黑，你讀字畫辛苦。累是累，但係先來特色。你考佢哋過年重在能夠小區嘅時候，你阿媽就留喺聽人。我未夠來，你阿媽就早早準備好一道飯菜，聽人轉來食。是啊，每次轉來，阿媽點等我送了，直接教我做好食嘅，蚵仔、牛肉粿條、滷魚。不管到掛名，咱係拍工，咱係學生。直等到來爸爸長輩嘅時候，把到等到老囝，先係把上好嘅老飯了，電山嘅粿豆，食嘅飯菜。今日講你阿媽聊聊天，見老朋友，至少人先人轉來嘅動力。一個人一多食一頓，不管塞幾久，請喺後邊轉來一來，直接講會得。阿爸，我知了，再塞個路，也阻擋不了轉來嘅心。